今日开始来关心，对28年假休假迄天开始，金门就一直大忙，海空的交通拢有大受影响。即马真侪人留伫金门，嘛，各个单位即马赶紧启动疏运机制。亲像早暗9点，军方嘛有出动军机，甲70个人再转来高雄。天色暗，搁落雨，旅客准备要坐飞机，不过毋是坐民航机，因要坐是军机。真侪人就连做兵的时阵也无坐过军机。 这回人生第一遍坐军机，好奇搁欢喜。在机场第二天。哦，那感觉坐军机怎么样？非常兴奋，很棒。很棒啊，第一次体验啊。当兵没有坐过这个军机啊。那当然现在坐一下就是体验了。私下也没有看过里面。蛮好奇的。蛮好奇的。也第一次坐。 金门这几天拢大忙碌，自228年假休假开始，逐天拢有真侪滞留的旅客，因为大忙碌无法度坐飞机转去。昨等要坐飞机转去台北的候补人数就有2000人。民航局协调航空公司加派班机引进，国防部也启动军机支援疏运。不过，考虑暗时8点进前，依然是大忙碌危险的时段，正罕见伫咧暗时9点挂派军用运输机载70个人去高雄。国防部也。 奉准我们加一班往高雄的一个加班机那军机加班。那这一班军机搭载了70个人那其中军人有13人那军舰有2人，那其他55个是民众的部分。 金门伫每年3、4、5月拢正用起大忙步，能见度有时好有时歹，旅客也真无奈。交通部航港局昨下昼也安排客轮载311位旅客到家己的布袋港，听到会当转去厝的，真侪人的心才放来。为了要加速疏运，民航局伫今仔日来看现场候补的情形，加民航机加班，或者是启动其他的疏运机制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